台南市立殡仪馆因为春节天困5天，加上期间有寒流加流感来袭，所以开工以后，伫徛连区就出现客满，而且佫是连续半个月满载，嘛互家属不得不将亲人大体放入冰柜，等待其他丧家出殡，才有空位来祭拜，引发家属着急，反映大体无所在通拜。面对徛灵需求增加、设备不足，市府嘛马上调整现有景行厅等礼厅的空间，作为临时徛灵区，以确保葬仪会当顺利进行。过年期间我们的殡葬所停了5天休息了5天，然后又因为有寒流，所以那个需求量大增。那目前我们就是把那个阁位已经挪出来，大概有40个阁位来供民众来做使用。那在今年的年中，大概6月份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第一火化场也将落成启用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也会提升我们的殡葬量能，然后也可以提升我们的殡葬量能来服务我们更多的民众。面对徛灵需求增加，市府民政局除了紧急调度馆内会当外怀空间，疏解需求压力，同时答应会加速推动火化场的扩建计划。对此，殡葬管理所嘛借此提倡节葬、简葬，也是鼓励丧家立墓随即出山，3天内火化等绿色环保观念。那在这几年来，民众对于治丧的办理从10几年前就是入殓出的所占的比例大概占1成，那一直到最近几年，这个入殓出所占的比例已经提升到4成。因为季节性造成进馆量较大的状况，其实殡葬所都要提醒丧家会当先用线顶查询徛灵区的状况，以卖随时应变，互丧家感受到市府负责任解决问题能力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